今日我哋嚟到亞博館啊，睇呢個2026國際汽車供應鏈博覽會啊。今日雖然係好大雨，但係都唔阻所有參展商同埋入場人士，仲越嚟越多人添。咁我哋一齊參觀下。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汽车业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龍晶新能源嘅。依架就係7X。今日好非常榮幸代表龍晶新能源喺2026年國際汽車及供應鏈博覽會呢個國際舞台上面，同大家共同見證一個歷史性嘅時刻。同期 EQM 佢哋通常係揾 X 呢個數目字代替，頭先7X 呢個就8X。呢個係我哋龍晶新能源同期時代電報、時代小吉繼上年簽署合作備忘錄之後，跟住依個就009。為香港綠色智慧出行。當然仲有個9X 啦，極黑。作為同期 EQM 香港嘅汽車供應鏈，呢個就係極黑嘅9X 啦。今日我哋正式將呢款車放到香港，單係一個商業品牌產品嘅引進，係我哋對香港我哋嘅目標非常之明確，呢一架就係紅用旗嘅市場 L 最具競爭力嘅硬體同埋營運架構，個車頭為行業提供一個都係用翻傳統嘅，而今日帶翻落嚟現金。EQM 智慧換電座駕，亦都係我哋踏出嘅俾出嘅大圍嘅。呢一款車型有5米嘅車橫空間，極致靜音嘅科技，將會為香港線車輛喺保能效率。我哋深信，唯有將體驗拉高至高端嘅出行嘅層次，先可以重造呢個業界嘅形象。當然啦，要改行、改善呢個行業生態，單靠硬體唔夠嘅，仲需要人才同埋服務。呢個雙軌嘅並行，為咗配合紅旗嘅品牌，我哋非常之榮幸同大家正式宣布，龍晶新能源將會推出一個紅旗服務大使計劃。呢份計劃嘅核心係透過入邊係極具奢華，唔怪之得領導人都係咁中意呢個車款啊！ Dan terbukanya cup holder dengan pelan-pelan dan di depan ada tempat duduk yang sangat mewah seperti bagian belakang. Kita ke, udah nggak apa, gue cari dulu. 車尾個造型都好特別，尤其是喺尾燈嗰度，直身嘅 L 型。Ini yang sampingnya gue cuma ngomongin karena dia ada shift breaker, dia bisa di jadi mana? 為咗大家率先體驗到紅旗品牌嘅獨特魅力，從聽日起1年。其實入邊佢有啲 pattern 都係屬於好靚啦，呢度係，尤其是個太平中間個 logo， 應該係一個向日葵、太陽花嘅。Even saya punya jam tangan pun dibuku dan saya tak digunakan untuk bawa beg sekalipun.
感謝各位，我們也祝願紅旗 EQM 旗開得勝，跑贏全港。請各位領導嘉賓入座，同時我哋亦都請。好多謝大家今日參與呢個活動啦，我就十分緊張，但係最後咧，大會都批准，我真係驚嚇親大家，都喺度大家好，我是原練旗人的洪國才，大家可以叫我洪公子，我認為，首先我們代表衷心感謝紅旗品牌，要總結今天的體型有意義的行政，原因是紅旗同時我要特別感謝你的期待。呢個就係新一代嘅800W送電池嘅 system。无人不全持权的旗下有一定的規模的有一個車隊。呢一個就係個電動馬達。致力為車隊提供安全、可靠、高品質的服務，為你們市場優質自動化的鐵路出去需求。我們跟參加者包括出行的對接呢。而呢一塊就係佢哋所設計嘅神盾金磚電池，呢個就係佢個防撞嘅吸進桿。的强大实力，以及应解告别前面的推动，对未来充满信心。车队在新多年和司机的道理，最好的继续必须跟前线司机的实际困难，必须解决到前线司机的困難，他們全面普及。那產出理念利用呢一架就有 Coco Robo。應該係一個運輸車嚟嘅。而呢一個模型就係佢所講嘅綠色甲醇生態個科學園。嚟咗呢一邊就係吉利佢呢個改裝版嘅賽車啊，吉利 Group Motorsport 啊，唔知今年澳門賽車會唔會有一個環節呢？原业是人生的荣幸，知道这个责任重大，希望未来我们期待与红旗跟你们时代永世新能源同说香港故事，并且只为细致看图未来更广的合作空间。最后希望大家活動兩晚成功，身體健康，身體健康，謝謝大家。呢架就係個貨櫃車啊，貨櫃車後面嗰度有一個 shelter 係俾你哋嚟瞓覺嘅，佢個司機係個面積都頗大下嘅。宣布在接下來1連4天的
歌晚会期間，從6月19號至22號將正式啟動車展，免費搭乘我哋最新嘅紅旗 EQM5，雙向往返亞洲博覽館同埋港鐵青衣站，真正嘅換電展示區進一步體驗。至此，本場交付儀式的活動圓滿完成，感謝各位嘉賓，也請現場的各位來賓一同移步至我們。好，请活动马上开始，请各位业务伙伴尽快到站台前面来。请我们兩邊的嘉賓稍微往中間。新一代嘅雙層巴士。佈局就唔似而家香港嘅佈局㗎啦，而座位方面亦都係少啲嘅。最明顯就係個後門，後門就喺最後邊嘅，而香港啲巴士就喺呢個中間位置嘅。我哋上樓上睇睇。咁我哋上車頭之後望一望，試一試真身體驗嘅。照顧到大家 USB 有 Type C， 有啲人咧得 Type C 口，啲人 USB 口，而且佢每個位都有，呢個位又有，呢個位又有，佢全部都有㗎。親身體驗下坐巴士嘅感覺，做巴士司機。視野一流啊！今日展場呢個時間，而家越嚟越多人啦，已經係可能係真係落完雨嘅關係啦。呢部就係 Dancer B8。GAC 係呢個應該係世界盃嘅指定供應商。
选择当下，选择迎合，忘却自我。取舍，并不是生活的唯一答案。智慧的神秘是让每个人拥有算法的精进，体验的升华，与您一起探索前所未感的智行新境界，感受格局大，感受智慧，感受从容安心，感受远方，感受热情。意境是照进现实的光，为你兑现这是一个更大的自由。总有一个展示，但不敢平庸的我就不敢平庸的他。永绝不完全，包容一下汉族女性，用越简述时，越品别的风沙与颠簸。其中设计，无不是从容转折的气息。我是这一刻毫无负担地去往任何地方。呢個係自動吸震系統啊！呢個自動氣壓。早上好，请您用手机版本导航开始。入邊有3個 mon 嘅，其實中間一個大 mon， 右手邊同呢個司機位亦都有個 mon， 資訊性十足啊！開閂門一啲嘅位置同埋個電燈嘅控制器全部喺晒門嘅門板上方。最特別就係開門嘅按鈕，就喺門邊一個撳掣，咁就開到門啦。閂門下邊個踏板呢，就會自動閂嘅。咁相對嚟講，如果你開門嘅話呢，個踏板呢就會自動開嘅。
呢架係東風嘅 Virgo 喎，呢架注入智能，顏色同埋個車款配搭方面咧，亦都係好前衛。越野属于有另一种新生存。呢一架就喺香港有得發售嘅東風 Lamy。深陷险境，重演过去的风景，那些眼神和目光，还给生命救命。苍茫漫游，而家係去到零跑呢個單位啦。車頭設計咧都好有跑味，前邊隻拍頭燈係一體化嘅，其實感覺上面嘅車似呢個標誌。呢架就係零跑嘅 A10，尾燈係較為特別，似個笑哈哈。LPT03 屬於係一款小車嚟嘅，但係整體望去，屬於一款國內嘅車款。叉電個位置就喺前中。法拿倫都展出咗一部車喺度，奇瑞嘅 Jeep 咧，相信係而家國內最好睇嘅車咯。呢一部係復古嘅，咁你睇見係 two-tone colour 啦，咁同埋個車鈴都係復古嘅。
車廂入邊又較為整潔。而家睇緊呢架係 I 卡嘅 V23，咁仲有一架就係 V27嘅，呢一架就 V27啦 ，I 卡。車體就較 V23大部啲。
有我哋嘅 DIY 啊。